好啦，一開閘兩隻馬跳起咗外邊啊，直線力山咁啊，同埋外邊嗰隻咧就標誌5支嚟㗎。好啦，前面快嘅馬咧，見到外邊位置係禪聖輝煌喎，入邊咧就遊龍串鳳啦，內欄啊遨遊氣泡啦，出邊紅衫大約3、4位咧仲安晴啊，中間第5呢，標誌銀河跟前咗嚟跑喎，拍住你嗰隻咧就遨遊氣泡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分別有知足常樂、悅盡歡欣啊，尾三內欄呢，有呢隻就係當年情啊，暫時殿後一對馬，分別係直線力山啦，同埋一隻係標誌5支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14米嘅段處咯，前面放啊嘛係禪聖輝煌嚟嘅，第2位啦，外邊知足常樂就走咗上去啊，內欄第3遊龍串鳳啊，第4位係安晴啊，分列4、5位㗎嘛，5、6位㗎嘛，埋邊係遨遊氣泡，第6位就標誌銀河啊，後邊嗰4隻啦，當年情、悅盡歡欣啊，尾隻係標誌5支啦，暫時殿後係直線力山嚟㗎。好啦，接近1000米嘅段處咯，次序上面都冇乜特別大嘅喐動啊，禪聖輝煌放啦，外邊係知足常樂啦，第3位遊龍串鳳，第4位呢仲安晴啊，第5位埋邊遨遊氣泡攞咗出嚟2搭喎，拱你嗰隻呢就標誌銀河出去，埋邊當年情啊攝咗佢個位，出邊冚嘅馬有悅盡歡欣，尾二位置係直線力山，咁啊暫時褪咗喺後邊係標誌5支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咯，前面禪聖輝煌仲係帶住半個身位入嚟嘅，跟住響第2位嘅馬呢就知足常樂啦，埋邊係遊龍串鳳啦，攞外邊冚嘅馬有悅盡歡欣，中間安晴啊，埋邊呢褪咗落去後邊喎，有呢隻遨遊氣泡攝內欄睇下有冇得追啊，攞咗去外邊上㗎嘛，有標誌銀河同埋直線力山，最後300禪聖輝煌走甩咗個零身位，遊龍串鳳閃咗入去，中間遨遊氣泡呢個位就中間上啦，外邊位置追有悅盡歡欣，中檔仲係安晴啊，最後200米遨遊氣泡從個馬群之中一衝上嚟就有啦，後邊㗎嘛禪聖輝煌，中間安晴上嚟接近終點，遨遊氣泡輕鬆贏出呢場花旗銀行香港金杯3冠大賽嘅第2關啊！呢場賽事都認真意義重大㗎，咁啊真係3冠大賽嘅系列首關係董事杯，遨遊氣泡贏嚟到第2關香港金杯，遨遊氣泡一樣再贏。